白白太水过月，白涨日。台湾又会读到末依归嘅，不过台东嘅重建工厂唔单止进度过慢，又会提起甚至还唔签冇本人做喎，在其居民嘅安全实在本人过失。好把做台水将台马里海顺航嘅地方打造，走进水尾嘅台风村全盘本来杀了 M 梯，不正亦过去咧，向建分享嘉南村原本嘅主要道路，行系归路边无法渡行。人政府重建委员会针对造成养虫灾情嘅主因，对原本嘅所在重建地方，除了数准放台水加强工厂结构，那将防风体积提高到50年以上嘅标准。一定会在明年的汛期之前完工，因为这个工程是非常大哈，超过1亿元左右。那重建会的要求就是在明年的汛期以前完工。那我们也一定会依照重建会的要求来执行。不过，向南呢度认为，则再起建分享嘅建轮海东岸嘅团，800水灾嘅是因为那上流带来大量嘅漂流木，帮好把东岸嘅台沙谷冻掉，直到好把水，造成水面因大嘅雾崩水打铁，途径行系无法图将居民嘅困境解除。上次给我们的答复就是水利专家认为不宜啊。对啊，可不可以再复刊？那个可以了，我们再来复刊了。我们甚至已经请监察院来看过了。你破坏它，可能会影响另外一个部分，这个部分要专业人员来勘察以后，我们才可以做一个决定。对重建进度缓慢嘅怪人，人政府公务处表示，除了环境评估，还系考虑水温和居民安全嘅两难。人政府航温发包工厂嘅厂时复查，就系重建进度缓慢嘅主因。它有的工程是5000万以上的，因为工程的性质跟那个比较大哈，所以就是个案来定工作天，施工工作天。那么我们最慢，就算是很大案子，我们最慢也会在明年的汛期前完成。可能春夏可能做台水嘅时节就会到嚟，虽然政府表示，苏准嘅工厂已经完成，做喺防止可能做台水嘅灾害。不过暗慢嘅后续重建工厂已经冇完成，好把冇站好，让怕老百姓肯系冇法度水嘅落教。客家新闻张俊睇到报道。